台湾四国拢有庙口的美食，来到家人庙口，恁会想要食啥？那我就是要来一碗鼎边烧。对南到北拢有人咧做鼎边烧，但是咱家人的做法都有因特别的所在。咱刚刚咧看到有肉羹、有虾仁羹，还有香菇、高丽菜，还有笋丝伊个高丽菜甜规个拢放入去汤头内底。虽然看起来汤清清啊，但是伊个气味非常的丰富。当然，因这个主角就是因这个鼎边烧。这个鼎边烧的特色就是讲，伊一定会配这个用鱼浆做的这个肉羹也好啦，虾仁羹也好，鱼浆料理的部分是这家人小食的重点。伫咧运输甲食物保存技术农业未进步的古早时代，来到台湾定居的汉人，都有甲喜欢加工做成鱼浆的习惯。由福州传到台湾的鼎边烧，来到家人了后，结合当地鱼浆料理，进化成更加丰富的庙口小食。鼎边烧是一种由在来米磨成米浆，沿着小小的大鼎边烧过制成的薄皮。烧是慢的意思，是形容米浆沿着鼎边慢慢啊炖、慢慢啊烧的动作。同时嘛有慢工有路出美食的意思。咱拄做好这鼎上烧水爱甲出一下，伊鼎冷却落来，无你一落去就熟啊就无法度。鼎较卖较烧的时阵咱这用蚵仔甘油的效果较好，而且这会食物件来抹油较卫生就对啦油抹好的时阵米浆倒落去，毋则袂掉鼎。咱米浆倒落了后锅爱真紧甲盖起来。倒的时阵就是爱真平均。咱即摆咧倒的时阵你若讲米浆你倒紧的时阵，你这个洗过来速度就爱较紧；倒慢的时阵，洗过来速度就爱较慢。互这米浆真平均随这个鼎边所以说鼎边随就是这个道理。这鼎面烧一定爱互伊一边用烘的，一边用吹。要吹你就是这个蒸汽要有够，所以咱即摆米浆下落了后爱真紧就赶紧盖起来。咱即摆大盖了咱就看伊水蒸气走的速度，走真紧的时阵就表示讲伊特别吹熟啊。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讲，咱若片就讲，迄饭的香味就知影特别熟啊。第三方法，咱就听伊的声音，咱这个鼎内底已经有真侪这个水蒸气。水蒸气伊即摆伤济时阵会变做水，水佫滴落这个鼎内时阵，有一个呲呲呲这种声音，一边用烘的，一边用吹咱到时做好的时阵因两边的这个密度是无共款的。无共款的时阵咱落鼎落去煮，伊就是会卷起来。卷起来咱去加的时阵，有一个 Q 度，口感会变较好。咱一般咱米浆啦下咱的鼎边的时阵瓦鼎这边伊是用烘的，用烘的时阵伊会较粗面，咱无瓦鼎这边伊会较油面，较油面就用吹，这样就特别好啊咱就爱大概有听迄个声音呲呲呲特别好啊这样就能够掀起来啊。准备咧掀啊。当然你若讲毋捌做过要吐真正起来吐袂起来。这就是一个经验啦。鼎边烧是福州来的传统小食，当地的食法有时食汤的，有时食搭的，有时用炒的，但是配料拢无多。传到家人了后，将鼎边烧放入由10几种配料控制的汤头当中，摇身一变，变成配料丰富的美食汤品。其中嘛，因为区域性，慢慢演变出无同款的食法。因咱的汤头就是要用香菇、金钩虾、溜鱼、鱼脯啊、竹笋，这几项落去控汤。汤头咱阁有掺金针、蒜头酥，甲芹菜。主角除了咱的鼎面烧以外，咱阁有掺肉羹、
虾仁羹。啊，以咱家人来讲吼，咱店面数咱会掺虾仁羹甲肉羹，这是咱主要的一个配料。吼，啊是安怎呢？因为咱家人吼是这个海港嘛，啊海港所以咱家人的这个鱼啊，吼真丰富。古早冰箱吼真无方便，你要想办法讲我这鱼肉吼，我要安怎去做一寡变化？以家人来讲，咱甲拍做鱼浆，啊鱼浆咱甲搞个猪肉。吼，啊落去煮，这就叫做肉羹。啊，若鱼浆搞个虾仁落去煮，就叫做虾仁羹。比如你若去台南，还是去福建，吼，恁去食的店面数伊是无掺这，吼，掺虾仁羹、肉羹，这是咱家人店面数的特色。这间店面所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啊，是上早伫咧家人庙口摆搭做生意的摊贩之一。10几年前，交由第3代来传承。接手经营家族的生意，更加将传统的美食用现代化的方式来经营。咱家人吼，要戏院真侪，尤其咱庙口，所以这附近的戏院都5、6间啊啦。啊，咱特别吼，若这个电影在要线场的时阵吼，哇，人客都拢挖过来安尼啊。啊，所以阮细汉，阮拢踮咧大头吼写功课啦，吼看红仔珠啦，吼啊，若阵这个特别。电影在要线场的时阵吼，阮老爸就会话讲吼，紧倒来，伊啊吼爱让人客济啊，即马吼电影线场啊，无几分钟吼，人客都挤入来、挖入来啊咧。听阮妈妈咧讲啦吼，伊讲若向阮做生意无用吼，有当啊无时间泡牛奶吼，有当时啊店面数吼掰一块啊，踢咧嘴的安尼小指腰之类的，因为这个物件是必做的啊，其实这嘛是食的饱。吼，食这店面趖，敢若咧食饭共款。我来放入3大片的店边趖，还佫有满满的虾仁羹甲配料伫咧其中，每一喙拢会当食到无同的鲜甜滋味。家人的喙其实是真刁的，就算是小食嘛真讲究。伫咧台湾慢慢迈向工商化的世代，传承3代的5家，悠然坚持着天然纯手工制作，不断提升着料理的美味。